經二裏邊，保祿宗徒讚歎上主嘅救世計劃深不可測，並且邀請我哋以生活同埋善行去光榮天主。恭讀聖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。天主的賦予智慧和知識是多麼高深，他的判斷是多麼不可測量，他的道路是多麼不可探察。有誰曾知道上主的心意？或者有誰曾多過他的顧問？或者有誰曾施恩於他而希望他還報呢？因為萬物都出於他，倚賴他，而歸於他。願光榮歸於他，至於永世。阿們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福音詞歡呼，請